另外来看，伫东南欧保加利亚这个国家呢，因伫元旦即天是正做是欧元区第21个成员国，也毋过因这货币转换可能是会影响到物价，失去民族的认同，也佮有政治变动等等。即马也是有49%的民众是反对改用欧元的。 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中央银行甲国会两栋大楼中央，有几多千人伫震动的零下低温倒算跨年迎新送旧。当时庆祝变欧元区第21国，有民众活动一个结束，随去银行自动提款机领新钱。 汇兑标准是1欧元兑2块列符。去年8月开始，市面所有商品价格拢爱用2种币别标示。保加利亚1881年开始用列符做货币，1994年开始就一直甲其他欧洲货币连结。起先是德国的马克，过来就是欧元。2007年正式加入欧盟，历届政府拢支持加入欧元区。 按过为民调的数字来看，境内650万人支持甲反对的比例是差不多平齐。因为通货膨胀一直真悬，烦恼货币的转换恐惊会互物价搁较贵。总统拉德夫去年就捌提议举行欧元公投，按过去互伫要卸任的政府反对。BBC 相关报道采访到的小企业主，估计若是举行公投，恐惊有7成人会投反对票。 Май съм против. Защо сте против тогава? Защото ме е страх, че ще обеднем. The awareness campaign is a bit weak, and there are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at I'm not sure are very well aware of what should be done, especially in the first month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euro. Older people, people living in remote areas, people with low level of education. For them, I think that it might be a bit difficult. 企業團體嘛關心使用歐元，恐驚會失去國家民族認同。親羅西亞政黨佫較是大力反對。歐盟官方所做的上新民調顯示，有49%的保加利亞人反對改用歐元。為了掃除身份認同的顧慮，保加利亞的歐元銀價後壁的圖案設計，就以宗教人物、民族復興運動代表人物的頭像為主。公視新聞王慧文編譯。